我諗盡辦法幫你同啲客解釋，你心理有問題，叫你睇心理醫生，你仲周街咬人，你咪真係做到懵咗啊？你咪唔記得自己係人定係鬼啊？個官網明明話3個月，3個月之後又3個月，3年都嚟緊頭啦，老細，你仲話要做好啲？屌你啊！你對我態度好啲得唔得啊？而家全香港得我知道你做到腳毛都冇晒噶咋？一係咁，我翻去 delete 咗個官網佢，等你翻茶餐廳寫大餅，大家都唔使煩。咁你想我點啊？我腳毛都冇晒啦，你咪想我發開網都識講 www 多天冇冇多 HK 咁啊？你同你班僆幾時搞掂佢？唔知啊，2個禮拜內。咩啊2個禮拜內啊，有2條計翻緊嚟，啲貨到咗就上架。咁呢貨幾時到啊？我點 Q 知啲貨幾時到啫？我又唔係採購部，啲物流嘢我點 Q 知啫？做埋呢單你睇好？收爹啊你！你呢句說話講9000幾次啦，又要拍片，又要做宣傳，又要做官網，又要開分店，拍埋電影一笨。屌，新型貓屎啊！我哋公司咁搭水，下次換個榴蓮啊嘛。你中意食生果啊嘛？屌，我唔辣椒。